就快咧，我哋就嚟唱完咯喎。咁咧，最後咧帶俾大家兩首合唱歌曲。第一首咧就係叫做審判，第二首咧係叫做神大恩。喺審判呢一個歌曲裏邊咧，神好清楚話俾我哋聽，佢就話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着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喺約翰福音14章6節，好清楚嘅話咗俾我哋聽。咁我哋如果係接受主耶穌基督嘅，我哋就有永生嘅盼望。如果我哋今日仲未曾認識主耶穌基督嘅，未接受佢做我哋個人嘅救主嘅時候，咁希望你真係有朝一日能夠真係把握機會，因為我哋個時間，我哋嘅機會係好重要嚇。咁第二首咧就係神大恩。呢首歌係好輕快，係非常之係好聽嘅歌。咁亦係講到讚美我哋嘅神，佢嘅恩典係幾咁偉大。咁我想咧喺處藉着呢個短短嘅時間，我想問下大家在座每一位，邊個已經係認識咗主耶穌基督嘅？已經係基督徒嘅。哦，仲有好多都未曾認識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喎，咁如果你今日有感動嘅咧，我好希望你能夠真係同我哋講，我哋只係要同牧師講，我哋只係同你作一個好簡短嘅禱告。只要我哋承認我哋嘅罪，我哋需要主耶穌基督嘅時候，我哋就有永生，就做一個好簡短嘅禱告嘅啫。咁呢個唔好俾自己有個壓力，最緊要你自己心裏邊係明白係想嘅時候係好開心嚇。咁好啦，將時間交俾粵曲小組。
義，審判無可避。我們耶穌有朝再來時，如若有罪人仍然未信，難逃審判，悔恨經已太遲。亞朝審判如何能避？神願見天下人皆歸順主，世稱無畏得榮耀，神用愛高伴你，信服應靠時。實在因已枯乾，諸天星輝放耀彩，璀璨繽紛。神大恩處處聞，廣海山川創造世間，感讚天人。歡歌高唱完，已鏗鏘音韻。音韻相襯，信他給予大愛，一世享福音。向福音，想起救主基督，灑血犧牲，他捨命十架救人的結合。佢痛苦不堪，捨身拯救，基督寬恕我罪過，歡欣歌唱永生福音。神大恩，天天供給滿溢我心，豐足主人。神大恩，只可開心，萬邦歡欣讚頌救主，訴說主人。神大恩賜福音，共出詩歌與樂章，稱讚主人。福音普照萬世，黑命主份。黑命主份，讚他看顧被主以解厄困，解厄困。一顆愛主心，獻出一生，此後立志去傳揚沒怨恨。決那主心恩報，願將福音遠近送。